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4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也欢迎下面大数台头先就来报连载。讲到三马整猪肉行政命令，今日被表通过，不过民进党立委有林淑芬、刘建国说是要弃权，无要投票。加点病外国技术工作基本的空服员，等来到台湾，双方无检疫，对航空业配合讲一切有照规定来检验，也是阴性的。去互香港政府抓起来的伫英总算保释通过，等到引导啊，说因为安尼做袂当出境，也袂当受人访问。讲到中央航空的纽西兰机师造成国内出现本土病例，引起社会惊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也召开临时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也讲，目前本土病例接触者全部拢是阴性的。今天没有个案了哈，不是因为特别有个案，今天没有个案哈，没有境外入本土，当然都没有。那主要是一个单要报告一下，就是因为最新大概771，好，771这个个案，它是我们本土的案例。那我们全部的核酸的检验、血清抗体的检验，我们到目前哈总共应该要采的是176人，好，那176人我们都采，那这些都全部都是阴性。要跟大家再报告这2天哈，我看着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公布足迹，大家有很多的争议，然后跟一些讨论，好，所以特别跟大家再讲一次哈。就是说，我们还是强调哈，个案的疫调的资讯应该由指挥中心统一公布，请勿自行散布或转传，以免触法。讲到咱台湾经过253天，再出现本土病例啊，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讲，伊感觉真实际，而且这位染病的外国技师，唔那一直扫过无被挂嘴安，检出病毒了后，讲是台湾人要家己害的，而且伊也无被配合调查。面对到这款情形，陈时中也讲会照规定甲技师发钱。另外，台北市议员徐卡心有公布更较详细感染者行踪，但市长也表示讲，虽然牵涉到疫情调查资讯，不过本意是好的，根本无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台湾维持253天，新冠病毒零本土病例，因为第765例中型纽西兰籍技术破功。早起，指挥官陈时中接受广播节目专访的时阵，伊讲第一时间接到消息的时阵，心情真是真失落。难免就是说有一些失落吧，也不会说因为要维持记录而把。这样的讯息隐匿或是不承认它，根据专家的判断，那该列在什么地方就列在什么地方。不过，陈市长为一顿对765例中型纽西兰籍技术表达不满，因为早就出现家属症状，煞坚持无被挂喙安，甚至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阵违规进出公共场所，而且疫调严配合，会处罚。那你没有带，那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说经劝导不听者就罚嘛，增签到15000，按771相处的时间这么长，那不可能说忘记嘛。对不对？你想想看，那个东西是显而易见，就是规避，就是在疫调上面没有配合，6万到30万。另外，国民党议员徐卡心无经过指挥中心同意，就伫面册公布765例更较详细卡车，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是不是对伊提告？陈时中表示，目前无想过这个代志。我相信他出发点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恶意，就是有了讯息，那有些人就是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没关系，2件事情、10件事情，大家以后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将来真讯息跟假讯息就分不清楚。另针对海外台湾人去为着登来台湾的规定，陈时中表示，过去爱符合发病日到登记日已经超过2个月才登来台湾，即马被延期放定登来台湾的条件。目前在讨论减少到1个月就应登来台湾，不过还在研究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位外国技师染病风波爆发了后，台北市议员要公布一份更较详细地点。针对到这个问题，要真侪机关介小听。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讲，其实台北市一开始就做疫情调查，却卡伫咧规定袂当主动公布。纽西兰籍技师致病风波是愈加愈大，指挥中心原本敢若公布3个地点，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顶一日说打出拿就详细版的卡架图，点名技师捌去过上山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替莫凡比。徐卡心强调讲，路向店家来查证，而且有得到证实，相关单位嘛拢已经消毒，不过部分的卡架图那像已经偷互摕掉，敢是代表讲去互查水表嘛引起关心。
那如果他们要罚我的钱的话，随便。可是呢，我怕的是说指挥中心去找这个转发我的脸书文章的民众的水表哈，然后去对他们开罚。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是我对大家不好意思了。市卡心呼吁指挥中心公布确实唔通干来想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台北市议会23召开临时会，真济议员是上阵副市长黄珊珊，这期中央是安怎无公布卡价，颠倒是对议员来查水表。针对这件代志，黄珊珊表示，针对确诊案例，台北市政府接到指令，第一时间得完成疫情调查甲消毒，确实将按执行了后会汇报给中央，毋过必须要由中央来公布。黄珊珊佮向讲出，安尼做是真痛苦。而不是先行呛说要法办、要查水表。那么在台北市的部分，765、771，我们现在台北市有没有去充分的掌握？只要是在台北市的轨迹的部分，我们都早就完成了，一收到通知就完成了，不会拖到任何一个时间，并不能证实相关的内容，我也不能证实，我也很痛苦。若是有议员公布卡价去用处罚，甚至是去用移送法办，黄珊珊嘛表达市府的立场，绝对会甲议员徛做伙。毋过嘛有民进党议员质疑，偷偷公布卡价是鸟车驶的行为，真正是喊呱呱，要求检调调查，嘛点名市长大问题爱介入了解。不离过这件确诊个案的疫情调查，所意外引起哪里的纷争？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伫昨下晡召开纪律委员会，用着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做理由，甲一位染病纽西兰技师开除。不过有员工跳出来检举讲，有一位甲纽西兰技师同住基班的空服员，等到台湾了后，却拢无检疫，就直接去参加当时的聚会。中央航空也驳回讲，这位空服员的身份是货机的检货人员，而且这位空服员无伫咧外国过暝，是直接回来到台湾的，照规定是唔免检疫。不过要经过采检，目前是阴性的。777客机做货机，客舱内底放满一箱搁一箱的货物。予中营航空开除的纽西兰籍技师，就是驶货机的时阵无挂喙罨去喂互同事。即马有内部员工举报，甲纽西兰技师共班服勤的一名空服人员，当来台湾无居家检疫，还佫外出参加一场百人聚会。把列入一个所谓的一个机舱的群聚嘛。好，那所以我们这里面也调查了78个人，那也验了所有人的血清。好，那只有这位机师的血清是呈现是阳性的，抗体是阳性，那所以其他的人大概应该是没有问题。指挥中心表示，因为机长确诊，已经做全机人员采检，这名空服人员是阴性。中营航空发表声明，这名空服员是12月12由台北飞往芝加哥客机机舱载回客舱检货人员。飞行机伫芝加哥落货了后，空服人员原班机转来，因外站无入境无单，依照机组员防疫规定，无需要居家检疫，所以伫12月16暗时参加私人的聚会。如果真的是没有入境到流行地区的话，的确是不太需要去做严格的检疫了。现在的案例是说，同机的机组组员有人感染的话，那么他本身就是。也有感染的风险，就变成要按照一般检疫规定。他们最多有可能就是送餐的时候，但是正常来讲，因为机师不能有规定不能离开他的驾驶舱，他们之间的接触其实很少。工会表示，通常机舱的前舱甲后舱只有送餐的时阵有接触的机会，不过空服员伫机舱服勤，依照规定拢要穿防护衫、挂喙罨、甲护目镜。这名空服人员因为技术确诊，虽然采检是阴性，不过也被列为甲确诊者接触。自12月19开始居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喊国外的代志，唔那是外国技术尔，也有一位对菲律宾入来的查某移工，顶个月底入境了后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不过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的头1天，伊就甲9位朋友做伙食火锅，而且一食就是食点半钟去啊。后来家己开钱去做体检，却检出无反应验。卫生局也要求火锅店就要进行消毒，相关的接触者要追踪。这位查某移工也就要罚到1万块。食饭的时间，10个人坐一道伫食火锅，大概是有讲有笑。不过其中穿着感觉色顶衫、长头毛的这个菲律宾籍女子，火锅食完了后自费采检，才发现家己确诊，真做高雄头一个自主健康管理采检确诊的案例。
裁剪的状况是一个确诊的状况，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他已经违规的那进到这个公共场所，而且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没有戴上口罩，那因此予以裁罚新台币1万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证实，这个20多岁菲律宾籍女性顶个月26来台湾工作，持有登记进前3天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入境了后到防疫旅馆进行14天检疫，期间完全无症状。而这个月11检疫期满，开始自主健康管理头一天，到病院自费采检，10时确诊。不过，卫生单位伫调查发现，伊伫自费采检迄天，新加到的朋友大概斗阵食火锅1点半钟。近2周的一个资料那也发现到有部分的一个民众是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那检验确诊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卫生局表示，火锅店拢已经消毒啊。对着自主健康管理期间，4个走去食火锅的这查某人，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罚1万块。也伫线内圣诞节甲跨年这大型活动，由李干事甲警察局敲电话关心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并且呼吁民众出外时阵一定爱挂嘴安，爱注意防护。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政治议题，立法院伫今仔日要表决进口300种猪肉9项行政命令。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表示会用徛名表决。国民党的林为洲也强调讲会展现监督政府的决心，300种猪肉议题会利用公道来做解决。不过，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刘吉国说是弃权，无要投票。日是立法院议会会来审理内地行政命令，也有学校卫生法的相关法规。那日2度早起甲级动员来议定攻防，民进党党团总调关建明发出讲要正面对决。经过几暗的酒暝静坐，国民党的立委看起来有淡薄忝。3个在野党是各一概强调反对内地的立场，会投反对票。老实讲，要用这个表决挡下这个行政命令，要挡下莱猪进口。实在是不容易了哈，几乎等于是要奇迹出现。相关的机关并没有做好这个开放莱猪之后的相关的这个配套跟它的准备，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告诉大家说，我们会投下反对票真正传出选区伫咧农业大关的3个民进党的立委可能会走票，民党选区的郑嘉宾对这件代志是否认。上尾民进党立委刘建国甲林淑芬会安怎投这票嘛，引起注意。所以你会顺着党派意识投票吗？我现在正在处理，所以等一下就知道了。勇于发言，勇于辩护，记名表决，直球对决。表决前进行广泛讨论，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表示，无需要透过修订学校的卫生法，是透过团膳业者来订契约，接着内地的纪律失灵，引起大卡那亚立委的抗议。哪个地方买得到？哪个地方吃得到？不要说校园吃不到了，我们社会可以吃到莱猪的几率也是0。早起11点，针对学校卫生法来进行投票。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甲刘建国2个人是弃权无投票。媒体问讲，敢是因为地方的压力？刘建国甲他回应讲，一切拢老神在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去互指控讲伊勾结外国势力，也去互香港政府抓起来。黎智英昨昏搁再向香港的高等法院申请交保，法官也批准伊用港票1000万交保。不过交换的条件是袂当出境，也袂当接受采访等等。伫昨暗10点外，也登到因兜去啊。手去互扣起来，伊团媒创办人黎智英顶一日去互押去法院，这一幕互国际社会拢真关心。黎智英去互指控诈欺罪，搁有勾结国外势力犯国安法，毋但去互抓起来，而且搁连续去互拒绝保释。23黎智英搁一改向香港高等法院来申请保释候审。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黎智英互专门押送甲级同款的铁甲威龙车来押去法院，经过1天的陈述，法院上尾批准黎智英保释，以3632万新台票保释外出，包括交出所有的旅游证件，袂当离开香港。逐礼拜来经署报道3届等等。中槍嗰下其實就好似觸電。另外，19歲香港學生陳志堅去年伫咧香港反送中運動，叫香港警察開槍彈着，甚至離心臟間啊3公分，險啊就無命。後來開好了後，起哄指控攻擊警察甲暴動。我做完呢啲嘢，咁如果我係要面對呢啲負翻呢啲責任嘅話，咁我覺得佢哋其實都係應該要負翻責任。咁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哋開槍呢個決定其實係過分嘅武力啦。
陈志坚捌坦白讲，上摆拍算就是去红关，原本嘛有意思要认罪，啊，毋过煞改变心意，迟迟无出庭。香港法庭对伊发出拘捕令，外界关心伊的行踪，帮助流亡海外香港人英国组织 Friends of Hong Kong 是代替陈志坚发出声明，强调认罪甲坐驾拢无应该是选择，嘛宣布伊即马当地流亡。運動付出咁樣企得呢個位置，其實我自己係有諗過會喺呢場運動度犧牲。這份聲明講，陳志堅今年10月27日要去美國駐港學領事館來要求庇護，卻去互拒絕。陳志堅目前已經開始流亡的生活，啊，毋過人敢是已經逃去海外，也是留佇香港嘛無人知。陳志堅是透過面冊來報平安，寫講會繼續替自由來發聲。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總統 Trump 23號決明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這也表示講，這是要予中國甲羅西亞的禮物。不過，這也牽連到幫助台灣對抗中國聲明，遂引起國會反彈。參眾眾議按算在2月29這2天，要用開會表決的方式，甲 Trump 的決定平盤。也因為國會有共識，這個法案在年底就會來施行啊。美國總統川普23號決2021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將法案退回提案的眾議院。川普聲明講到，法案無包括關鍵的國安措施，內容無尊重退伍軍人甲美國軍隊歷史，抵觸美國佇國安甲外交政策拍拼。更加表示，這是予中國甲羅西亞的禮物。不過，也影響法案中坐台抗中的聲明。包括閣一擺強調協助台灣維持長久自我防衛能力，建立太平洋威挾倡議也當作變好決。我們也會持續的跟美國的行政部門，還有美國的這個立法部門，他們的國會參議院、國會眾議院各方都保持密切的聯繫。川普進前就捌幾擺表示，部分其中的通訊斷證法第230條要求修正。國防授權法案關係達到7400億美金的國防年度預算。川普這擺行使否決權，也引起國會反彈。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批評川普是佇白宮最後時刻作亂。眾議院召集議員預備登記華府投票，推翻川普的否決。參議院也會第2告開會。非常有可能，參眾兩院會分別在以2/3的多數來去推翻這個川普的否決權，能夠讓2021年的國防授權法在耶誕節過後的幾天能夠再一次的這個提出來，而且是生效。另外，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杜梅甲眾議員瑞森沙爾也分別佇參眾議提出決議案，呼籲美國當局甲台灣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對美台雙方經濟來講，攏是雙贏，並且會當強化甲台灣的盟友關係。杜梅呼籲，特別就任的拜登政府應該甲台灣的貿易協定作為首要任務。外交部對此表示感謝，也繼續強化台美經貿談判關係。記者綜合報道。英國看線，咱來看到美國，講到美國加州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00萬人，而且刷落來就是聖誕節假期。不過醫療體系確實也佇咧應付感恩節假期過後的病例。雖然美國官員苛勸民眾上好地處理賣世界拍拍走，不過到今也是逐天有100萬人坐飛機世界拍拍去，甚至民眾無要相信疫苗，大家攏無愛做。美國的疫情真嚴重，皮爾規家伙這個耶誕假期雖望真歡樂，也是選擇出國度假。Disney refunded all of our money, but American Airlines did not.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Disney Christmas. We have to use the flight, so there you go. Pretty apprehensive, so we're masks on. I don't know, with the new strains coming out, I don't know if this is the smartest idea. 就算公衛專家呼籲美國民眾點在厝內，不過根據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的資料，耶誕節前一禮拜，平均逐天超過100萬人次通過各機場的安檢站，甚至耶誕節進前的拜5甲禮拜，也就是18到20這3天，總共有320萬人次超過感恩節記錄。加州確診是超過200萬例，將做全美國第一個下過這個法定的州。過去2禮拜是通報新增加約50萬例確診病例。因為醫療醫所即馬也佇咧承受感恩節假期了後低病調的壓力，即馬耶誕假期來也，未來1個月以來可能要面對約10萬人低病住院的危機。It's really frustrating because every day I look into the eyes of someone who's struggling to breathe,
who's struggling to, get well. They want to be home with their family. 美国伫23早起嘛，敢若100万人有做辉瑞 BNT 的疫苗，也就是超第一批到货量的1/3。离年底进前达到2000万人注射的目标，也搁差真远。若是讲真正要达成，啊，伫咧30日进前，大概有210万人以上来做。目前美国已经核准2种疫苗，配上甲部署是一个大挑战。综合外电报道，初期注射量较少，啊，毋过以后的成长，美国民众大部分对疫苗的安全有疑虑，所以即马上需要的是信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讲到圣诞节就特别到啊，伫泰国的曼谷有一间国校啊，甲4只枪装作圣诞老人，顺刷这分吹暗的学生，也推广着防疫观念。另外，伫芬兰的圣诞老人村，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庆祝活动也改做是网络转播。4只枪用树片钢筋篮徛伫校门口发吹暗，互小学生。泰国曼谷市外的一间学校，为了迎接耶诞节的来临，将枪打扮成耶诞老人。趁机会宣导防疫观念，也毋过因为过去有动物接触新型冠状病毒传出确诊，所以枪也遵守规定，乖乖啊挂吹暗。This year the difference is COVID-19, so the elephants cannot go into the school. We have to go out to see the elephant. 像伫耶诞节来到校园活动已经举办17年，也毋过并毋是所有人拢认同这项传统。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认为，活动办伫人车来来去去的街路上，加上拢是人，可能会带互枪压力。What it actually means for an elephant to be crowded by school children in a public school, that's incredibly stressful. And for that, the elephant handler has to make sure he can control the elephant. But we do know from many incidences in the past that elephants cannot always be controlled. 耶诞老人坐着由6架9的雪车，伫雪地之间走来走去，展开一年一度的旅程。也毋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位伫芬兰的耶诞老人村罗瓦涅米旅客数是减一半。耶诞节庆祝活动也改做伫网络直播，吸引10万人看。最后，耶诞老人坐伫路边，透过科技的力量散播祝福。I now wish everyone a very happy and peaceful Christmas. Stay safe and healthy. Remember to follow all important recommendations and instructions. 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南回铁路电气化工程对23就开始使用啊，想袂到头一天使用就出现问题。暗时6点外有一台技工号出现故障，卡伫咧邦亚1号泵坑内面，要到2点钟。这台技工号顶头有28位旅客，这件事故造成的万分，也影响到1200多位的旅客。几名乘客坐伫技工号列车顶头等待，23尾暗暝6点55分，713次技工号因为故障停伫屏东邦亚1号泵坑，停伫内底101分钟。台铁赶紧对邦寮站出动救援车，甲火车驶到邦亚站。有可能是电车线的零件脱落，造成电路的短路啊，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调查。那因为昨天是我们首航日啊，所以我们陆局也相当重视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会会同工程单位，就是铁道局，再做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跟改善。南回铁路电气化20只完工启用，尚未到23就故障。虽讲南回线是观光路线，所以这班机工号只有28个乘客，也毋过伊故障也是影响7个班次，计共1242个旅客。我们利用下一班的323次的自强号来接驳，让这些旅客能够还是可以顺利的抵达台东站。那323次也因为接驳我们713次的旅客，也增停了713次的停靠站。目前南回线已经恢复正常，也毋过也受民众认为台铁袂信用的，嘛质疑台铁行车的安全性。台铁表示，即马已经在推出行车安全改善计划，甲车辆规划新，另外会对火车、铁轨路人员这方面做全面性的改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马祖这个所在，因为观光旅游真兴，当地民众若准备买机票，有影是真歹买。买当前就民众希望讲，爱有2间航空业者来小接，毋过到当拢是无实无实。当地居民在今仔透早就去到交通部外口订正。华信航空公司在12月13号，全部的飞机9架
已经全部抵达台湾，所以我们希望交通部给马祖人一个希望，答应这9家航空公司里面挪出一架飞机能够飞马祖。会请民航局就现有的航空公司设法能够来增加班次。马祖的居民表示，目前飞马祖的航空全部是由立营航空包起的，好亲像金门、澎湖拢有2间航空公司伫咧竞争。若准马祖的天气歹，飞行机搁跋倒调度，定着爱请国军来斗载人。希望交通部着要了解到马祖人的需求，上好爱有2间航空公司来解决交通问题。讲到咱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了后，伫婚姻馆有3场官方举办的新年晚会，也有关防疫急速。除了所有人拢爱挂嘴暗以外，现场也袂当食物件。另外，西丽镇公所也取消旺礼市集，杀害一位阿婆由800粒的肉粽消无路，好佳在透过网络力量，唔免到一天就赔甲空空啊！西丽镇公所今年头一遍举办下年晚会，活动预计对12月31日下晡5点，一直到隔天返点的12点30分。但是因为即马防疫升级，参加下年晚会民众甲工作人员拢爱挂嘴暗，现场规定袂当食物件，嘛，互原本规划旺礼市啊，只好爱取消。我们配合我们中央我们指挥中心我们在旺罗市集在摊位拢总有16搭，我拢总甲取消。吃的东西都不可以带进去，就是配合指挥中心这样。公所表示，原本参加市的单位拢会当甲定金摕回去，但是有阿婆已经传好材料要卖800粒的肉粽，即马赶紧改伫网络顶卖，无到一天已经互热心的消费者订了。共襄盛举啦，本来在西螺大桥的活动，然后就想说来回味一下古早味这样。要配合啊，不然呢，像外国这样子怎么办？西丽镇公所讲，即边伫西丽举办下年晚会，原本预定伫出入口工作人员15位，不过即马因应防疫的升级，会增加一倍拢总30个工作人员，加强消毒、加量体温，现场卖派人员巡逻，禁止食物件，要甲防疫做甲上焦层。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北区有一间国校啊，这个月19日办校庆运动会，所有外口的人走去学校内面的便所要甲人偷袭，后来家长发现了后，随报警察抓人。学校又讲会加强校园安全，避免事故再发生。肇事嫌犯和警察带登去派出所侦讯，因为伊涉嫌伫国校仔便所内底偷袭人的方便。台南市北区一间国校12月19举办校庆运动会，肇事嫌犯趁机会撞入去国校仔便所偷袭人的方便，落尾和家长发现，直接报警察。上厕所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有一间厕所里面的停留的时间蛮久的，那又觉得可能有类似拍摄的一个声音或什么。目前确定他并不是学校的家长，他是属于一个外来的校外的人士。校方表示，因为校庆之间有真侪家长会来参加，进入校园也着爱签名登记，这位嫌犯才有机会会当入来。事后校方也需加强校园安全。不过，这位肇事的嫌犯被带去派出所的时，因为手机有被没收的，伊个坚持唔互警方看，所以该依照妨害秘密罪嫌移送台南队检肃侦办。本分局据报到达现场，将嫌犯及手机带案侦办。因为当天嫌犯不愿意将手机解码，警方将人犯及手机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学校强调，代志过后有针对校园四边加强安全，建议từ航路径监视器，搁từ学校网站顶头宣导落实出入管理以及防疫规定，也请教职员向学生宣导安全教育，维护校园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今年伫咧欠水，伫新竹县的柑仔产量也减少5成以上。农委会决定要补助五味、宝山、竹东甲北部损害率有超过20%的农民，一寡农民通好领到每公顷75000块的救助金。为远方看过去，原底应该生在树仔顶的柑仔，即马落落嚟涂骹，今年受可汗影响，新竹县的柑仔产量减5成以上。真侪农民看了心肝有够痛。原本一甲多大概可以收成3-4万斤，今年大概不到5000斤，很严重啊！橘子都死掉很多啊，橘子树
以前都是绿的嘛哈，现在变黄掉啊，叶枯掉啊，哦，所以蛮严重的，而且就是为了干旱，橘子长不起来，而且落果落很多。我们过去的果实比较大颗饱满哈，过年过节大家都要来买来送礼拜拜的哈。那因为今年大颗缺水的关系我们少量非常多将近大概只剩到2-3成而已。新竹县峨眉乡柑仔种植有600多公顷，产量占全国45%。今年受天气影响，产量大减。为了要减少损失，农委会讲，只要损失超过20%，每公顷会使领7.5万的补助。在12月28号以前，农民都可以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跟农会的存簿，土地的誊本，那可以到公所来申请灾害的救助。那1公顷干旱的救助是75000块。虽然讲有补助会使领，不过比较之下，农民更加希望天公伯会使加落1撮雨，让因的收成恢复正常。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所以来要带观众朋友去到花莲看因的有机农业。花莲县政府积极推动 AI 智慧化设备，找找学界科技加农政单位的协助，也佫开300万细骨的场域，希望做出农业成果，成做农友的示范区。这是花莲吉安乡的有机农场，温室内底菜色一蕊一蕊拢真清脆，无讲你唔知，这寡菜色拢是 AI 智慧设备所照顾的。县府伫今年初甲学术界来合作有机产业。蔬菜以及大面积的稻米，还有我们花莲的特色产物是咖啡的部分，我们先做3个实验的基地。那明年我们将会推动到畜产、渔产的部分。其中 AI 部分就是清华大学技术，利用环境图码监测器、无线传输技术、AI 影像辨识等等的技术，收集大气数据、甲图码温湿度、酸碱度等等的数据，这个透过程式来提供正确压水也未补光。过去都靠经验，我们现在用导入 AI， 让这个数据更清楚，然后数据更完整。那有这个数据作为参考，它可以做出更精准的分析跟对策。在地东华大学是提供农业发展中心、设无人机的科教中心、农药检测中心，相关配合农产的计划拢伫咧规划，尤其是替农友来推广行销。我们明年还要设立有机认证中心，我们的中文系、华文系可以帮乡亲们去写故事。目前参加这个计划农场超有4间，所生产的菜色，拢供应予花莲县各中各校的营养午餐。若是产量要搁增加，未来搁甲其他的农场配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人总是有辛苦病痛，住院的病人若需要请临时看护，费用拢是真悬。为福部即马甲病院做伙推出智慧强品网络平台，会当互家属依照着病人的需求，伫线顶找看护，而且佫会当请算点钟的。平台业者表示讲，目前平台有250多位照顾服务员，而且因全部拢是有牌的哦。厝内老人住院要请看护，真歹势。卫福部即马甲帮叫阿东病一个网络平台业者，最近伫咧撒照护员线顶维和服务。那你可以选择开始日期，做到确认的部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哪一些的方案。这套 App 系统上好用的就是，互临时欠照护员的民众，会当依照家己的需求，随着找到适合的照护员。而且是算点钟的，唔免一遍就请几工。像一工24点钟，若2004，若是需要4点钟的基本照护，只要900块就好。业者也讲，即马平台内面有200多位合格照护员，会用大数据按照民众的需求，互相做配对。就我们最快曾经在派案的过程中，17秒就把案件派掉。对，那就是因为我们省下了中间电话沟通的成本，那直接用系统的方式去找到最适合照服员。我们最大的目的，除了说给家属一个选择之外，同时也让医院能够在除了说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提升他的住院的照顾品质之外，也让说医院在这样的疫情情况下，他的人员的一个控制跟管理，他会知道谁来了我的医院提供照顾。对照护员长期欠工的问题，阿东病讲，义工暂时无法度入来，即马病人对本土照护员的需求增加要到2成。卫福部是讲，伫全台湾即马有3间病伫咧做合作试办，会看效果，结果慢慢扩大。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食家七老八老，过来讲野球实在是无简单。红道基金会成立本土棒球联盟已经有9年啊，因鼓舞时大人来讲野球比赛，互因身体活龄也增加自信，也同好完成少年时阵想要做野球选手的梦想。注意投手的动作，暴露就要来啊！三番的打者想讲，一定要讲出迄度上好是风不浪。客气是咧输娘，要安怎配球，甲这个打者三振。总讲一句，球员拢真专心咧讲野球，真少甲伊看，这个人拢是头毛白苍苍的老伙仔。毋过人也游玩真有气势。红道基金会这一天就伫 OK 球场办比赛，或者6队的野球队来互相对战。因为蛮多的是台湾的棒球，其实只到长青这一块，大概60岁。可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其实如果到65岁之后，我们可以借由一些适合的设计的方式，其实还是可以让他们继续在这个球场上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红道基金会成立本土棒球联盟，但已经推动9年，原底干那3个球队，即马已经有17队。联盟甲场地改较细较矮，修改规则，减少局数和人数，就是要互时代安心安全来讲野球。一场野球比赛的成员，定就是全台会数上济的一场。有队伍是经过55档，学生时代的队友打过来烧花拼比赛，就连当初时名声真强的红叶少年野球队，因的团旗客气，刚红开也来插一卡。到了现在的年纪，我已经72岁了。那时候我们参加红道的他们组织的不老棒球队，我觉得打起来就以健康快乐为主轴。对这个棒球有兴趣，到现在还是有兴趣，所以说骨头都已经都磨损了。真侪人拢捌有过野球梦，可是无一定照心愿。但会当来讲野球，输赢无要紧，大家拢欢喜。毋那哪讲哪活动筋骨，也通想起少年时迄段台湾野球上公认的一段历史。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日前有宣布讲，会先来推动储备定安太阳能板的这个规划。不过，公民团体所发现讲，全国的工业区、科学园区内面有装太阳能板的比例无够2成。公民团体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来推动绿能发电。透过空翕全台工业区的画面，会当清楚发现各工业区的厂房设置储电供电的状况是真少。公民团体的调查发现，各大工业区也是科技保管下的科学园区，所有超过8成以上无到储电供电。工业局呢，目前设定2025年的工厂、工业区的屋顶光电装置的目标是多少呢？1246 MW。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值是太过于低估了。拼绿电这件事情已经不只是我们政府喊一个目标而已，更重要的是为了要执行，有更多的绿电可以在台湾发生，所以必须要设定了很多新的规范，甚至要求我们的厂商来做这件事情。公民团体批评讲，这块工业区是国内用电大户，应该负起上大的减碳责任，而且储电供电是对环境冲击上细再生能源，工业区应该带头来做。嘛建议温准工业区厂房的违建储电，在咧安全的前提之下，设置供电来自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就是工业厂房上面的这个违建的屋顶，那可以让它去盖这个太阳光电。可是我要再重申一下，就是你的违建还是违建哈，你不会因为盖了太阳光电，你的违建就不是违建哈。面对世界各国小连续以减碳来做重要能源政策的趋势，公民团体呼吁政府应该要拍拼推动绿能，提悬2025年的储电供电目标，而且公部门嘛应该务实提出总体评估，对各方面来做解决大商会流失厂扩建厂房等等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礼的大西有袂少人姓丁，不过恁敢知影讲，这个姓丁竟然是代表阿拉伯血统的意思？那在地人家己无清楚，其他民众也真好奇。伫咧大西的海口故事处，就特别举办牧师灵文化展览，要互民众更加了解祖先的历史。听牧师林咧唱歌，你敢会当作是外国人咧聚会？其实伫婚林大西遮，捌流传一句话：大西顶一半，讲遮的人口有一半拢是姓丁，这个丁也就是阿拉丁，意思是因的祖先其实是阿拉伯人穆斯林。人讲红旗好者对道起地，为着追求家己族群的根源，也互乡亲了解这段历史。大西海口故事屋就和台中、台北的穆斯林来办展览。
慎终追远。那么他们的祖先是穆斯林，那么我们的祖先也是穆斯林，所以我们是想要分享，就是要让这边的人知道我们的祖先的详情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先也是穆斯林。古早中国元朝的时，就真侪外国人伫朝廷做官，也有来做生意的。其中一位阿拉伯人伫战乱的时阵，规家伙仔刷去单工，后来家族就愈来愈大。根据族谱的记录，大西姓丁的祖先就是伫16世纪对福建的单工来到台湾，但真侪在地人拢唔知影家己有一个阿拉伯的血统。他做的是一般所谓的印度彩绘，就是 henna。像他早期延伸出来是在比如说新郎新娘他们有时候嫁娶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彩绘，然后双方亲人呢会针对这对新人，就是帮他们设计图腾，然后画在那个新娘的身上、手臂这样子，给他们祝福。这个展览的内容真丰富，会一直开放到明年的2月28，民众会当来大西遮行踏，理解历史文化。体验人体彩绘，学习阿拉伯的文字，真是有吃阁有掠。记者综合报道。新住民和因的后一代伫台湾的总人口数已经超过100万人。民间团体是连续4天拢举办10大新住民新闻票选，今年前10名有一半是甲教育文化有关系。民间团体表示讲，台湾对新住民的融合、文化尊重是未来趋势。以港电的聚会场所台北车站大厅，伫疫情的情况下，捌禁止坐伫涂骹。伫国内大解封了后，佫重新对外开放，并且用无同的国家语文写出微笑的字样。这是民间团体票选出来的2020年10大新住民新闻之一。另外包括着教育部简化新住民学历认证程序，移民署开放外国籍同性伴侣注记。台湾出现头一位新住民准校长。另外，滞留伫中国的小编花甲之路，拢排上10大新闻排行榜。为越南来台湾工作8年，伫社会福利团体服务的黄世晶，原来有参加这届新闻票选。从早期更多的限制，那现在慢慢的看见的改变。那民间团体在台湾的各个团体都在一起共同携手来协助新住民，让这个熟悉的适应期呢过去，这个困难过去了。主办单位表示，新住民甲新二代伫台湾的人口持续成长，突破100万，对台湾社会有影响力。这届10大新闻中的文化教育都占一半，凸显未来文化尊重将是基本的趋势。实际观察，过去社会对新住民出现轻视的字句，确实有改善。我想是有慢慢进步了，因为过去有曾经说。你回到你的国家去了，应该是大家对他们应该更包容，让他们能够更感受到，然后更容易融入这个社会。民间团体也建议，随着人口增加，政府对新住民的就业辅导应该要更加积极，或者是呼吁新住民伫台湾的未来关系到台湾发展，政府应该设立中长程的政策目标，规划更加友善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目前上界强势语言就是华语，颠倒亲像其他语言，亲像这个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强要去互消灭去啊。台师大表示讲，目前25岁以下会当甲台语讲较正认同的人，会当讲是无超过50%，而且30-40岁民众伫厝里也是拢讲华语。若准无赶紧挽回咱的母语，到时阵就袂赴啊。随机来问北部的大学生，敢会晓讲台语？什么时阵讲台语？答案拢真瓦紧。阿公阿嬷在的时候才会说台语。你感觉家己讲安怎？无认真。袂晓。一点仔尔。你什么状况会去讲台语？甲阿公阿嬷讲话的时阵。会晓听，袂晓讲，和阿公阿嬷斗阵的时阵，才讲一个台语。台师大指出，目前25岁以下的少年人会当讲台语讲甲真认同的，已经无到50%。搁再根据中研院2013社会变迁调查，要挖4城市年纪伫30-40岁之间的族群，伫厝里上接使用的是华语。这个语言若无世代的传承，伊就是将来伊就是会无去。所以即马是足要紧的时间。要抢救本土语言，除了学校的课程，柯慧如讲，这几年用本土语言创作的戏剧甲歌曲，毋但起草袂歹，嘛会当实际吸引到少年人。在文字上，他用的政治，还有在新媒体，所以他未必在电视上会播出。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很多这个网络平台会有作品。
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本土元素。同学麦纳斯那个黄信尧导演，他那个用台语的口音就还蛮迷人的，我觉得可以从就影视文化去让大家可能对本土语言有唤起一点意识。台师大台语文系甲教育智库认为，政府若要开这么多资源，专心投入华语甲英语的双语教育，不如更较快速、更较省钱，让台语成做双语的另外一语。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的特色就是寒天时有落山风，这款特色也变作是艺术创作的主题。2年一摆的落山风艺术季伫车城海口港展览，海口甲海墘有34组的装置艺术，咱也做伙来去看卖。大肥乌行伫个海沙坡，看起来淡薄仔笑亏，淡薄仔趣味。边仔阁有规阵的肥乌，海风来，身躯就运转。艺术家的想象甲创意，阁有这个灵感来自沙轮的特变艺术。用一个自然的雕塑的一个形式，然后去回顾以前这种小撒哈拉的这种风景。所以你可以看到雕塑它都是流线的，有点像风一样，或者像海浪一样的坐落在这片沙滩上面。这就是寒天的落山风，风真透。不过艺术家将落山风甲在地人文风景结合，创作出34组的作品。伫个风中摇来摇去的山野树，徛伫爆花的炸弹花。这摆的落山风艺术季，要让游客来遮见风旅行。遮就是有着风，人就拢会美在厝内底。阮想讲，若是即个时阵吼，大家观光客来遮，像咱会去迄个像咱的小狗影有无？咱若是拄着落山风的时候，咱来愿意来遮扇风，敢若嘛是一种新的流行，会当来遮佚佗安尼，会当看艺术品。今年的艺术季，阁有海口便当通食，便当内底拢是在地食材。对，这边的洋葱，然后呢，我们里面放了屏东这里在地的红人咸鸭蛋。那它变成是一个咸鸭蛋的一个蒸肉丸。葱头、咸卵、鱼肉酥、甲荷来菇，拢是在地出产的。透过餐厅的主食师傅，指导社区发展特色产业。因为准年真侪游客来艺术季翕相打卡了后，人就回去。这摆特别结合社区产业，希望会当甲更较侪游客留落来。记者陈家军来为做屏东报道。墨西哥是全世界讲身体大考问题上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地州政府伫8月通过禁令，禁止店头卖热量较悬的食食，予18岁以下囡仔。至其他所在也对咧做，有机会变作是全国性，嘛有可能是变作是全世界头一个禁止卖大块食食予囡仔的国家。这就伫咧墨西哥正流行的歌剧的 MV 内面，真侪人做伙食脆片、啉秘鲁加含糖的饮料。主唱的歌手也定定伫社群网站播出伊食四周的相片，也粉丝到200万人。I just like it. The brands don't ask me to promote them. I always just try to be as natural as possible on my social media. And well, I've always loved junk food. 詹尼斯讲出墨西哥人的共同心声。去年统计显示，墨西哥人平均一礼拜食3.2盎司调味四小瓦，甲1.9公升的碳酸饮料，是拉丁美洲上爱食本素食物的国家，也造成墨西哥有7/3的人的体重相当2.99大颗，伫大颗国家内面排前几名。为了预防大颗酸碱，墨西哥南部瓦哈加州议会8月通过法案，禁止卖含糖饮料加高热量的加工食品，予18岁以下囡仔加青少年。Our children are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how badly these products will affect their health. And children happen to be ideal targets for the food industry. They're the perfect customers. 这项禁令包括零售店加学校的贩卖机，拢不准卖本素食物予囡仔，违反的处罚款。14岁路易斯伫咧打工的店内也被禁止食四小瓦，不过顶头有政策，下口有对策。They asked me how old I was and to see my ID, but I didn't have it with me. So they told me to leave the snacks on the counter because I wasn't allowed to buy them. So I ended up asking my older brother to go buy them for me. 路易斯讲，实在是挡袂牢手机内面各种美食相片改成，做想要食饼、脆片加冰淇淋，最后是请厝内人买。
专家讲，这项禁令是毋是当成功，除了靠严格执行，亦要看业者是毋是当及时推出少糖、卡路里较低代替食品。伫瓦哈卡州开始实施了，墨西哥有其他27个州甲城市也伫咧研究这项禁令，有可能变做全国性的政策。另外，政府也要求商品才表示高热量的警语，并且限制相关广告。墨西哥当局希望用各种方法来下手，改善个人体重伤过重的问题，同时避免大个人伫咧感染新冠病毒的时阵转做重症的高风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晡晡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16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25度，南部对21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5度，外岛地区对12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嘉豪，马在下晡3点，咱再会。